各位香港波迷有冇睇今星期嘅兩場港超呢？另外，冬季轉會窗開睇啦，各隊都開始增兵啊，睇下有啲咩嘅新援加入啦。多謝支持香港波迷，希望你同我一樣都中意香港足球，記得訂閱、俾 like 同埋多啲留言，同我一齊傾下波經啊！今個星期咧只上演咗兩場嘅港超賽事啦，仲未指到香港波迷嘅波喉啊！咁嚟緊呢個星期咧會正常翻啦，有翻5場波睇啊！星期六有2場同時間開波嘅，分別係大埔對理文嘅呢一場前列大戰啦，仲有北區對九龍城，都係3點鐘開波噶。而6點鐘啦就有流浪喺青衣主場對住傑志。星期日仲會有東方對住南區，港會對東區。希望嚟緊呢個星期咧，大家都會入場睇波，支持香港波。講翻今個星期嘅賽果先，星期六啦就有大埔對九龍城嘅呢一場比賽啦。九龍城開賽前咧公布咗2名嘅新兵，包括咧之前效力過喺港超晉峰嘅曾家俊啦，以及20歲嘅韓國中場金敏攝啊，個名咧好難讀啊，唔查字典咧都唔識。金敏攝咧之前咧係踢過澳門嘅聯賽嘅，咁類似上季南區2位嘅巴西外援啦，積遜同埋基哥里。咁聽講啊，佢哋之後啦仲會有1前1後嘅韓國外援添。咁呢個啦都係馮海文嘅風格嚟㗎，佢同韓國嗰邊嘅球會啦都係有一啲聯繫嘅。金敏攝咧係今場嘅賽事咧正選上陣啦，而曾家俊呢就後備未有出場嘅。大埔嗰邊陣容咧都幾強啊，但係似乎咧揭東期啦都幾大影響各隊嘅表現。咁呢場有啦，另外一場傑志咧都好明顯係有影響到嘅。一陣啦再講下。喺今場大埔係先開紀錄㗎，由陳少君就入波啦，頭槌頂入啊。咁但係半場前九龍城就連入2球反超前，由雷仙奴同埋姜俊賢啦就入波。下半場大埔換入杜國宇啊，咁有見效喎，60零分鐘啦就入波追和。去到尾段啦，大埔更加係有今場啦深受鉗制嘅馬卡雷拿入波，再反超成咧3-2險勝呢一場波噶。而另一場呢，就係港會主場對住傑志啊，咁今季啦係呢2隊波嘅首次交手啊，咁當中而家效力喺傑志嘅比提啦就倒戈，而賽前宣布加盟傑志嘅黃浩俊啦，上季效力喺中超嘅青島海牛噶，呢一場呢暫先列後備，可惜今場係未有出場啦。5分鐘啦，倒戈嘅比提後場就放個長傳俾亞祖安啦，半單刀形式咧就射入1-0。臨完半場咧，連夢實就射成2-0啦。不過唔好以為咁就完喎。港會咧都有中堅嘅安素啦，接應莫雷拉嘅角球頭槌頂入1-2。咁下半場雙方咧就冇再入波啦，維持比數。傑志係拎走3分嘅，但係其實我想講揭東期咧係因為康文署要球場養草先停比賽啊，定係足總自己咁樣編嘅呢？停咗2至3個星期啦，甚至乎有啲球隊係成個月都冇比賽，好似今場傑志咁樣啊。佢哋今場咧唔知係因為港會嘅球場細啊，定係佢哋咧都踢唔翻自己嘅波。之前咧都係有啲有目的嘅猜傳啦，喺今場裡面咧係冇咗嘅。而大埔今季好多時都唔集中噶啦，但係今場更加咧好似係力不從心咁樣啊！啲球員最終贏波咧都係有啲好彩嘅，傑志同埋大埔都係一樣啦。希望下季真係要諗清楚呢一個嘅問題啦。反而我都認為啦，好似有啲人咁講啦。與其夏天啦係踢到行行企企咁樣啦，啲球員不如冬天踢多幾場，搞個快車咁咪仲好啦。多啲周中波可能更加吸引球迷入場添。咁希望啦，港超各隊咧都盡快咧就喺呢一個星期咧係進入翻狀態啦。都見到有啲球會啦喺啱啱呢個星期啦未有比賽嘅話咧，佢哋都自己咧係約一啲友賽去踢下嘅。咁睇下今個星期嘅賽事啦。其他未出場嘅球隊咧狀態會唔會好啲啦？另外喺呢個星期咧都需要留意下咧，就係可能有啲本地球會嘅球員啊，喺今個星期嘅賽事裏面啦，可能喺正選後備嘅名單咧都冇出現喎，因為據講啦，就有啲本地嘅球員咧都上咗去國內噶，因為而家國內嘅球隊啦都開始係操練噶啦。
好似係啱啱咁樣啦，中超嘅北京國安亦都宣布咗余子南加盟啊。咁而早前啦，浙江隊啊、深圳新鵬城啊，亦都係講過啦，安永佳細佬呢啲都會離隊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好消息話俾大家知啦。而本地嘅轉會消息咧，除咗之前東區、九龍城同埋傑志有宣布新球員之外啦，咁呢幾日咧，流浪理文都有新嘅消息喎。流浪咧就簽入咗2名嘅哥倫比亞進攻球員，哥迪斯同埋就係巴拿。咁翼鋒嘅哥迪斯咧28歲啦，之前咧曾經係踢過台灣嘅南市台鋼嘅。而30歲中場巴拿啦，之前就效力過喺一芬蘭啊、摩爾多瓦嘅球會啦。咁期間呢，係有踢過歐聯嘅外圍賽、歐霸嘅外圍賽添。李文亦都簽入咗個科特迪亞前鋒辛尼啊，咁已經32歲噶啦。但係睇佢嘅相啦同片咧，都見到佢係一個屬於高大型嘅中鋒球員啊。咁變相有機會原本就由東方嚟到理文嘅巴科爾咧，就會改踢成邊路嘅球員啦。咁可能啦會同哥達啦就會爭出場嘅機會啊。而另外咧就係東方嘅教練團都有新消息喎，隨着盧比道嘅離開啦，東方咧就請嚟咗50歲嘅西班牙籍教練文路托尼斯啊。咁之前咧一直都係做一啲助教啊或者青訓嘅教練啦。佢喺維拉利爾嘅青年軍開始啦，就去到 B 隊、一線隊咧都有做過嘅。咁亦都去過薩爾瓦多國家隊去做過助教啦，同埋 U20國家隊嘅主教練。咁一線隊嚟講咧，就要嚟到東方先開始啊。而另外亦都有一位新嘅體能教練啦，就係加盟嘅。咁就係查維亞賓拿雲啊。咁亦都係做過伊拉克國家隊嘅體能教練啦。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咧，就係幫到東方嘅隊內一啲年青球員去成長啦。新嚟嘅教練團成員咧，唔知會帶嚟咩嘅轉變，睇下會唔會嚟緊咧，仲會有啲新嘅球員一併帶嚟啦，密切留意啊！